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我大小事人尾头来讲起。讲到宗教界大代志，一年才一届，白沙屯妈祖落南来安排。北港朝天宫进香实在真厉害，今年挖近18万人做伙来。信徒认为妈祖闻声救苦，通人知，特别经过婚林那来，乡长讲这是200年来头一届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大细事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连伟。这礼拜有真侪民众一定会真关心一件代志，就是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。来看卖呢，这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禁忌？另外呢，白沙屯妈祖进香的过程当中有啥物款新奇的代志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咱来看卖，讲到这白沙屯妈祖的这进香活动，时间就是伫新历3月18，就是这礼拜一正式开始，是伫3月18半暝12点35分，一路会来到26号，拢总呢是9天8暝。出发地点是伫苗栗宫廷宫，另外一路向南，经过这苗栗、台中啊个彰化。这妈祖进香的这路线毋是真固定哦，爱看这妈祖的指示，才知后一站到底爱去倒位。啊，毋过有一个所在是妈祖这几年一定去的所在，就是这北港地的这北神派出所。另外呢，上尾来到北港的这朝天宫的时阵，上尾就会继续向北来转去。啊，毋过呢，这过程当中去的时阵，这个路线妈祖的速度会较慢，啊，毋过转去的这过程当中，速度就会较紧。来看卖，讲到这白沙屯妈祖的进香，妈祖的这信徒，大家拢叫伊是香灯卡。为什么叫伊香灯卡咧？因为妈祖的这信徒拢会拿着香，嘛会摕着灯，所以叫伊是香灯卡。另外，这背后意义嘛代表这香火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另外，大家嘛真好奇，为什么这妈祖爱叫伊是粉红色的这超级跑车？原来是这乱叫这顶面有看到这粉红色的这布，所以呢，就叫妈祖叫做粉红色的这超级跑车。另外，粉红色嘛代表妈祖慈悲。来看卖进香的过程当中，嘛有一寡禁忌哦。第一个禁忌就是进香的前3天尽量爱食菜，表达对这神明、对这妈祖的尊敬。第二个来看卖，就是千万莫后白摸这神轿，因为就惊这神轿会染到无好的物件。第三来看卖，袂当后白乱穿过这车道，嘛后白乱弹粪扫。上尾一个特别注意，都是沿路会经过民众拢准备真侪物件，爱提供互这信徒补充体力。啊，毋过这物件千万莫浪费，莫摕伤过济。啊，毋过呢，今年这白沙屯妈祖的进香活动内底，嘛出现一个真神奇的代志，都是这报名的人数来看卖是179971个人。来看卖这数字看起来是普通哦，啊，毋过实际上来看卖这数字1799711，这数字无论是为头前看，还是为后边看，拢是同款的。大家人话讲，哇，真正是有够神奇。这民俗老师都分享讲，来看卖这数字和12生肖来对起来的时阵，这1就代表这鸟鼠，7就代表这马，9就代表这猴。所以呢，这想这鸟鼠、想这马，啊，个想这猴的这民众，运势是上好的。接下来看卖神奇的代志，讲毋拿这件哦。过去呢，伫今年的这绕境进香活动内底呢，其实就嘛发生。妈祖经过这彰化万里的时阵，这市场的工地，这时阵呢，妈祖突然间停落来，大家讲哇，那非常奇怪，那突然间停落来。原来这时阵伫2018年的这9月份，才就发生火烧厝，另外呢，内底700平方公尺的这大全部拢互火烧了。所以这摆妈祖特别停伫遮，就是希望这工程未来会当一切顺利。接下来看卖这2001年的时阵，这妈祖的这神轿经过这卤水溪的时阵，嘛突然间海来海去非常激动，刷落来平常时拢是行伫马路顶边，这时阵煞突然间往这河内底冲过去，大家都对着妈祖就会冲入河内底。另外经过了后呢，就看到涂骹有这脚印都浮出来，大家都话讲哇，真正妈祖有真灵侠。上尾一来看卖，就是2019年的时阵，妈祖登来这宫廷宫的时阵，台中有一个信徒伫内底来拜拜，伫内底跋杯，哇，突然间出现一个真罕见这骑杯，大家话讲哇，真正妈祖同款有保庇。无论如何，今年的这妈祖的进香活动，佫伫继续进行当中，民众若是想要参加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把握这个时间。啊，毋过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身体健康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